后来继续来看，台中有一台修理车，深夜驶入巷仔底，为着要来闪一只猫仔，去弄到停伫路边的车。这个修理车是当场冰车，互弄到迄台车，搁去弄断人徛家天然气的管线，造成瓦斯外泄。消防队赶紧到场喷水防护，瓦斯公司嘛随甲管线甲关起来。互弄到迄台车的驾驶，天气遮尔寒，困到一半去互救起来，搁看到家己的车互弄甲遐严重，真火大。这个破烧的车驶入巷仔底，直接去弄到停伫路边的车，全咧变过四链翘上天。被弄了这台蓝色的车，又搁弄断人家厝的天然气输管，造成漏瓦斯。消防队赶到现场，赶紧喷水，被弄到这台蓝色的车的车主，遮寒的天，困到一半，弄着遮大声，全咧精神，看到车互人弄到呢，真生气。因为头就前总变形啊！哇，安尼修理可能这要个10万啊，就会多啊。是没有注意到旁边有停车哦，不是有猫咪这样，好不好？哦，你在闪动物是不是？调水驾驶汤只卡徛伫车外，伊讲当时是为了要闪小动物，车才会失控。都没有人受伤，经酒测也没有酒精反应。高速公司的人员半暝先将开关关起来，再去赶紧换新管。瓦斯外泄的现场，施工单位一早就来紧急更换瓦斯的管线。在现场呢，我们依稀还能闻到一丝丝的瓦斯味。有皮了味无？有，这吵，这吵，惊崩去无？调水驾驶为了闪一只猫，煞出车祸。这条开落恐惊袂细条，被弄到车主要过年啊，无车通用，讲伊真正有够衰。